愛情同麵包，你點揀啊？愛情同麵包一直係人生入邊最難揀嘅選擇題。入邊係浪漫同悸動，入邊係現實同生活，睇落好似矛盾，但其實真正嘅幸福往往就係兩者兼備。有人話愛情係夢想嘅翅膀，可以帶住兩個人飛向未來，亦有人堅信麵包先係生活嘅根本。冇咗穩定，愛都變得飄渺。但係咪真係只能揀一邊呢？其實唔一定嘅。最理想嘅關係係你哋一齊經歷風雨，一齊賺錢買麵包，然後仲可以喺黃昏下相擁，感受彼此都未放棄嘅夢想。當愛情有咗麵包作基礎，佢會變得更加穩固，而麵包因為愛嘅陪伴，變得唔再沉悶，而係充滿溫度。你點睇啊？你會點樣喺愛情同麵包之間揾到平衡？又或者你曾經為咗其中一樣放棄過另一樣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故事，等我哋一齊傾下幸福到底需唔需要揀邊邊。